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受到各界关注的死刑的释宪案。宪法法庭在今仔日下晡3点来宣判结果，认定这个死刑是合宪，也毋过爱限制适用的范围。其次呢，就手段而言，牺牲规定1至4所处罚之犯罪，均涉及故意杀人，而属侵害生命法益之最严重犯罪类型，其所追求之公义，也就是保障被害人之生命法益，仍与情所剥夺之被告生命法益相当，从而符合宪法罪刑相当原则。3. 但是死刑终究是极刑，其适用范围仍应限于特殊例外之情形。这个宪法法庭是认为讲，其实死刑伊本身是并无违反宪法，也就是认定合宪，也毋过爱来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，要求相关机关在2档以内，就爱赶紧来修正相关的规定。这个释宪案是由37个互人判死刑的罪犯共同来申请，因是认为讲，这个死刑违反宪法的平等权、生存权甲比例原则，因为咱的国内对敢要废除死刑这个议题。其实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，所以小等的下晡5点的时阵，废死联盟等等的民间团体也会来开记者会，针对这摆的释宪来讲出因的看法。